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講解多功能卡設置亮度自動調節。上圖顯示了視頻源連接發送設備，發送設備連接多功能卡，多功能卡連接大屏的硬件連接方式。下圖顯示了多功能卡與亮度傳感器的硬件連接方式。硬件連接完畢後，打開 LED Vision 軟件，點擊控制屏幕，點擊亮度調節，點擊左上角自動調節，點擊探測，探測到多功能卡。調節模式分為直線、伽馬線、反伽馬線、自定義模式。設置亮度調節曲線 ，X 軸代表環境照度 ，Y 軸代表顯示屏亮度。亮度調節曲線可自由調節，請根據現場實際情況進行設置。